近日，理科太太拍摄影片公布自己从0到100万的幕后故事，也让超强后台正式曝光。理科太太28日晒影片分享自己突破100万订阅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。她指出，去年6月12日自己上传了第一支影片，有一种烧叫做阿嬷觉得烧，当时脸书粉丝仅100多名 ，YouTube 也才10名粉丝不到。隔1个月，理科太太的宿敌漫画家朋友大力分享了他的第7支影片，这支影片当天也同时被大力的粉丝小刘医生分享，就这样当天多了6000多名粉丝。后来因缘际会下，理科太太认识了网红地下理事长阿滴，也接触到阿滴经纪公司的执行长 Rob。有一天 Rob 问蔡依林要你访问他，你有没有兴趣？理科太太表示自己这辈子没有访问过人，可是当对方是蔡依林的时候，想都不用想，答应就对了。当天他的粉丝数开始暴涨，去年11至12月间从40万粉丝暴冲到80万。理科太太回忆自己才10万订阅时 ，L 副总编谢可可找上了他，并邀他参与时尚活动。当晚他打败100万等级的网红前辈浩浩和反骨男孩等，拿下最具风格 YouTuber 奖。后来 L 又帮他邀约非常多名人合作拍摄影片，让名气扶摇直上。